喂喂喂，你知唔知你部手機入面其實藏住一啲超級重要嘅金屬？唔係黃金，唔係白銀，而係稀土。稀土係乜？點解咁值錢？又點解全球都爭住要？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稀土嘅發展歷史、用途，仲有背後嘅國際爭奪戰。睇完呢條片，你就會明白，原來科技世界入面最唔起眼嘅元素，先至最關鍵。我哋一齊入稀土世界，Go！稀土係乜？點解咁值錢？稀土唔係指某啲好罕有嘅泥土，而係一組17種金屬元素，包括氘、鈽、銬等等。佢哋喺地殼入面唔算極少，但提煉過程好複雜，污染又高，被視為戰略性資源。稀土被譽為科技維他命，雖然份量少，但影響力極大，可用於電子產品，有手機、電腦晶片、光纖網絡；新能源有電動車、風力發電機；國防軍工有導彈、雷達、戰機；醫療科技有 MRI 掃描、放射治療等等，用途真係數不勝數。稀土發展歷史簡介：第一階段，發現同埋蒙查查階段，1794年至1940年代。1794年，芬蘭化學家加多林喺瑞典伊特比村一塊好奇怪嘅礦石度發現第一種稀土元素銥。從此，科學家們就開始咗長達過百年嘅尋寶遊戲，陸續從各種複雜嘅礦物裏面將17種稀土元素逐一揾出嚟。嗰陣時，稀土只係實驗室裏面嘅珍奇異獸，冇乜實際用途，開採同提煉極之困難，成本又高，可以話係拿手唔成勢。稀土有咩用途？第二階段，冷戰同科技催化階段，1950年至1980年代，關鍵推手係彩色電視嘅普及。稀土元素鍶同鈾係製造優質紅色熒光粉嘅關鍵，令到電視畫面色彩鮮艷。呢個龐大嘅消費市場第一次催生咗對稀土嘅大量需求。軍工競賽跟住落嚟，美蘇冷戰將稀土嘅戰略價值推到巔峰，因為稀土對造導彈精確制導、噴射機引擎、衛星通訊等等高科技軍工產品係必不可少嘅。美國當時最主要嘅礦場芒廷帕斯就係為咗滿足軍工需求而全力開採。格局呢個時期，美國係全球稀土生產嘅龍頭大佬。第三階段，中國崛起同一統江湖階段，1980年代末至2010年，改革開放嘅攻勢由1980年代開始，中國意識到稀土嘅戰略價值，憑住平、靚、正三大法寶進軍全球市場。一平，中國人工平，環境成本低，可以將稀土價錢壓到極低。二靚，中國華南嘅離子給富型礦品質特別好，富含稀缺嘅重稀土。三正，產量巨大，要幾多有幾多。結果歐美同其他國家嘅礦場頂唔住中國嘅低價攻勢，逐個執笠或者停產。到咗2010年左右，中國生產咗全球超過97%嘅稀土，真正做到一統江湖。美國個芒廷帕斯礦都頂唔順，要關門大吉。第四階段，危機同分散風險階段，2010年至而家。醒水嘅轉捩點，2010年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國試圖用稀土做武器，限制對日本出口，引發全球震動。各國先至如夢初醒，大鑊，條命脈俾人揸住咗，全球揾後路。美國、澳洲、日本等國急忙重開或者投資新嘅稀土礦，好似美國芒廷帕斯礦重新投產，佢哋亦都積極研究稀土回收技術同揾替代材料，唔想再被卡脖子。中國升級，中國亦都唔係傻，知道齋賣原料唔係辦法，於是開始全力發展下游產業，由賣礦石轉型做賣高端磁鐵、賣零部件，例如電動車摩打用嘅拖磁鐵，繼續掌握產業鏈嘅話事權。中國稀土唔止產量領先，更是全球產業嘅定海神針。留言話我知，你最驚訝嘅用途係邊個啊？
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科技冷知識，記得撳個 like，訂閱我頻道，仲有開啟鈴鐺通知，唔好錯過下一集啦！